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5，诗篇143篇80安尼讲：求你互我早起时听见你慈爱的声，因为我倚靠你。求你互我知应该行的路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听见慈爱的声，搁知该行的路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真实无虚假，信实无改变，疼痛无变换的至权、至圣、至疼、至真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阳光遍满通世间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愿谦卑小可的人，竟然通领受你极大的救恩甲疼痛，这款的恩典，就是阮用一世人也行袂了。主啊，阮的一生拢在伫你，阮的活命拢在伫你的手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早起时听见你慈爱的声，因为阮倚靠你。求你互阮知应该行的路，因为阮的心仰望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